由台南市议会甲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平安祈福灯会，伫个顶个月24号，邀请总统蔡英文亲自点灯，对平安夜开始一直陪伴市民乡亲，到元旦的连续假期结束，10天的灯会甲暗会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到场参观。10天一下子就过去了。今仔日不但是灯会最后一天，也是元旦放假的最后一天。今天过后，我们要收起放假的心情，全力迎接2022年。2021年呢，已经过去，是坎坷也好，顺利也好，都已经圆满结束。2022年，让我们的人生再次起航，希望好的未来，坏的去，健康来，病痛走。伫遮非常感谢着大家共同努力，也希望大家当继续打拼。请大家继续支持，叫阮看阮做伙行，大步行，向前行，打造进步快乐的大台南。多谢大家。小小台湾灯会非常有意义，这代表咱台湾的文化，代表台湾味，而且议长非常用心吼。因为只要咱灯会哈，不论是我们台湾灯会，很多人都没办法到现场去看，尤其这一次新竹灯会，大家都知道疫情，所以小规模举办，但是议长觉得可惜，所以第一时间全部去新竹，把所有非常有特色，而且主灯都把它借回来吼。所以咱是不是甲咱台南市议会郭信良议长，甲咱所有议员甲拍拍一下，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好的一些展览吼。所以我相信这是用心，真的是用心。没有用心，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台南市议会的改变。伫个1月2号的闭幕式，包括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议员嘛拢到场出席。现场还有一位神秘贵宾，桃园市长郑文灿嘛现身议会广场，肯定台南市议会连续3档举办灯会用心甲创举。今天真的开眼界，市议会把大门打开，布置了这么美好的灯会。我刚才请教郭信良议长，我讲这灯我跟他有印象，伊讲哦，这个屏东的台湾灯会那一盏在那边，是新竹的台湾灯会也在这边，还有台中的台湾灯会，3大灯会选好的灯在台南市议会重现。我刚刚又看了说，这个椰子树吼，那变成圣诞树，是真的很有巧思，这个让议会更亲近。也让议会帮忙台南点缀夜景跟夜间的观光。也谢谢议会在全国各地这个把议会开放这真的是一个创举能够办新春灯会更是一个创举。伫个灯会闭幕式，除了乐团的演唱，另外还有摸彩加高空烟火的助阵，现场嘛颁奖表扬花艺竞赛得奖名单。议长郭信良表示，虽然灯会结束，不过伫个议会外观亮化以后，伫个每天暗时的7点到9点，还佫有镭射灯光的水舞秀，欢迎市民随时拢会用前来参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